咱三角来祈祷。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即顶好恩典，阮会当用阮的老母的话来敬拜你，用老母的话来传讲你所赏赐的福音。主，阮特别为着即个小小的大礼礼拜来祈祷，求你互阮无看轻阮家己，互阮会当真用欢喜的心来起做下上帝旨意的礼拜。 甲下上帝旨意的信息，求主引带带领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各位兄姐平安。平安。我真恶劣，我虽然是台南市人的毕业，但是我真恶劣用台语讲道。我常常去有长老会请，大部分拢请伊参加华语的礼拜。我真欢喜会当直接用台语的礼拜。拄啊，咱的思维咱读圣经讲。 若是要拜上帝，毋是耶路撒冷，也毋是伫基利山，是伫啥物所在？是伫每一位愿意用神甲真理来敬拜，神甲真理来敬拜，就是上帝徛起的所在。上帝徛起的所在，无过是伫耶路撒冷，是每一个所在。 拢有上帝同在，每一个所在拢爱分别做先。但是咱礼拜日是安怎较着爱需要过来的礼拜？因为礼拜日是耶稣基督对死人中过活日子。耶稣毋但是为咱的罪来死，伊阁为死人中过活，伊守住咱的活命。所以基督徒就自从犹太人安息日拜六的礼拜改做礼拜日。 其实犹太人毋是拜六礼拜，犹太人是用拜五营礼拜，因为因算安息日是日头落山迄日，日头落山迄时就是安息日。啊，咱今日要来礼拜的时阵，咱先来了解一下，到底教会基督教伫礼拜是啥物意思？所以我今日要讲的题目就是讲，咱先来了解咱基督教的礼拜是啥物意思。第二项就是讲。 咱此后有52周，咱要来用海德堡的要理问答。啊，到底是安怎较会要讲到要讲迄个要理问答？我来讲，互阮大家来了解。第一，咱先来了解咱的礼拜。咱基督徒的礼拜，咱有一位，咱所敬拜的中心是三位一体的上帝。所以咱拄仔咧唱迄个阳光归伫天边。 延续里面499首，其实吼，迄就是国语的荣耀颂啊。这个延续归伫天边吼，毋是即句诗歌在延续归伫天边啊。因为这就是用迄个诗歌的习惯，诗歌的习惯是啥呢？真用咧第一句做诗歌的歌名，所以这条歌应该是延续归互天边圣囝甲圣神。 了解吼，咱基督教是安怎较会要唱迄个延经颂的？因为是安怎较要延经归互天父囝圣神？因为基督教所敬拜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，独一的上帝。但是上帝伊有三个位格，三个无共款的方式，互咱来了解。第一个是上帝是咱的爸，所以这上帝是咱的爸是一个至高的爸，创造宇宙万物的爸。 是一个真悬真神圣的上帝。世俗基督徒只有拜这个天父上帝，咱人上帝关的变做是啥？变做上个穆斯林安尼，听过穆斯林？穆斯林啊，回教。回教的人因就是信啊，出了卖讲回教，因为回教是中国人对这个穆斯林的迄个讲的歹话啦。了解吼？ 咱想讲，咱咧讲原住民讲做青番，讲个落个北部叫做石番，这日本人讲袂使安尼啦，这是比台湾比这人，你人讲青番石番，所以日本人较改做啥呢？改做高沙，高沙族，这我嘛毋知影，迄是顶届迄个天元大学的迄个院长来我讲，阮日本人哦，自从恁个原住民改做高沙族的，高沙、高沙、高沙，所以阮袂使讲像恁人讲青番。好啦，咱莫讲回教啦。 回教是中国人的贬义啦，轻视啦。
因的这穆斯林，伊这穆斯林因是信独一个上帝，所以上帝是离咱足远的。咱甲上帝中间只有顺服的观念，所以伫这个穆斯林因的信仰内底，上帝至尊，你看阿拉至尊，所以人呢是至卑微，所以你知影是顺服，所以因的政权拢总无民主，拢是官甲家拢压制，咱了解吼。咱信的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，道成肉身来踮伫咱中间，充充满满有真理，佮有恩典。所以耶稣基督是上帝独生囝来到咱中间，伫咱的心平，伫咱的含咱做伙相同行，做伙做咱的救主，为咱来死。所以这道成肉身的精神，就变做基督教的信仰真大的特色。就是讲，上帝遮尔大的上帝，伊愿肯做卑微的人，愿肯来到这个世间，为咱的罪来死，这是叫做救主。所以咱含回教紧都无共，回教你看无信我的人就刣。你知影咧？因咧穆斯林的人吼，因派这个自杀的炸弹，伊来讲爆的时阵吼，因讲我是直接保送去结果，这是上帝上意爱的。所以用刣人做上帝上意爱，因为非我作为啊，其心必恶，就开始就安尼。但是毋是耶稣基督是听世间每一个人，所以咱敬拜是第二就是耶稣基督。但第三就是圣神，耶稣基督要上天进前，伊无把咱放落诚做孤儿，伊享受圣神来踮伫咱的心内，含咱非常的亲近亲密。所以圣神会当加伫咱内面，变做把咱提醒、把咱引带、把咱保庇，把咱开启，互咱会当认捌真理。所以圣神含一定亲密。设使咱的信仰若是用圣神，咱变做含上帝足亲密的，变做对上帝无大无小，无敬畏上帝啦。吼，较灵阮咧行灵阮的就无敬畏上帝。咱设使若是敢若耶稣基督的时阵，咱含耶稣基督是真好，但是无敬畏，佫无亲密，变做爱伊为我死。所以，咱的上帝是超越全世界万物，超越万人，佫愿意伫咱的身边，诚做咱的陪伴，诚做咱的同工，含咱同行，佫而且是真进入我的心内。这是一个这个信仰，所以咱拜的上帝叫三位一体的上帝。基督教的敬拜吼，敬拜因为即马有迄个敬拜个敬拜俄罗的迄个诗歌了，足侪人对敬拜吼无了解。我先读几个定义吼。罗德马丁伫1483到1546，罗德马丁伊讲啥？讲伫礼拜的时阵。咱照着一定的形式来听上帝真理的话，搁再来应答上帝真理的话，而且搁来做伙来学落伊，用诗歌乐器来学落伊，伊献上咱的祈祷。所以罗德马丁注重敬拜为天主教的迄个弥撒，全来改做用上帝话做中心。我来做礼拜，就是要听上帝的话，而且要来应答上帝的话。上帝的话，成做我的活命，成做我的心内，这叫做内化。上帝的话，我毋是听尔，毋是过年看过年无啊，是要成做我的思想，成做我的人格，成做我的意念，互我的心思意念甲上帝的旨意合做一个。了后咧，上帝的话，我要来。反应 reaction， 反应的意思是讲，上帝话毋是听入我内面尔，佮变做我的语言、我的言语，佮我的行动，佮我的做人的行答行为。所以一个人若真正的礼拜，毋是一礼拜1点钟尔，是咧礼拜煞上帝迄个牧师拢会切天逐个，祝福逐个处理对不对？所以处理了后，咱其他的6天。嘛是咧礼拜，咱礼拜是变做无形的礼拜，是用我的
生活、我的行打、我的家庭的生活、我的职业的生活，拢总是咧礼拜。这意思是安尼，吼。礼拜呢，我是用诗歌，我应答上帝话，我用儿乐、用诗歌、用乐器来献上我的祈祷。这是罗德马丁，所以罗德马丁注重啥呢？注重天主教只有真少数的神父修女会使读圣经，伊才翻做迄个德语，所有人拢能读上帝话，所有人拢能听上帝话，这就是新教的最大贡献。以前中世纪只有干那一种人会当唱诗歌，啥物人？神父，而且佫注重啥呢？佫注重要为查甫的那严调，互要唱做假声人声，要来唱迄个俄罗上帝，要唱悬的。你现在迄个罗德马丁专注重这啥呢？这个诗歌对神父这个圣职人员，达改做每一个人拢总会当唱诗歌来俄罗上帝。按了解吼，每一个人若读圣经，每一个人俄罗上帝，到尾咧，伊个讲是万人皆戒心，所以每一个人拢当读上帝祈祷。我若得罪上帝，我若感觉袂过身，我读上帝祈祷讲，主啊，你赦免我的过犯，我也愿意赦免过我的人，我搁再会当搁啥，搁来当人认罪。天主教咱毋是啦，天主教爱答神父认罪，只有干那当答神父认罪啦。所以咱注重这礼拜咱注重这上帝话，个诗歌，个这祈祷，变做普世万民拢有咱做。这是咱新教的祈祷，新教的迄个礼拜。但是即摆天主教的礼拜伊迄个梵蒂冈第2摆的会议全部拢改变，含新教拢相。我感觉有一个人讲即个礼拜的定义是上水啦。这是啥物人呢？这是迄个 William Temple， 迄个英国人教会或者叫圣公会迄个大主教，伊讲啥呢？讲啥？叫礼拜？礼拜就是互上帝的献祭，叫醒我的良心。礼拜就是互上帝的真理来养持我的心性，互上帝的美丽美好来洁净我的想象，上帝的慈爱拍开我的心门，为着上帝的使命献尽我的意志。伊这意思，我讲朋友讲遐，讲什么呢？我来到上帝面头前，我就是要祈祷上帝，要来讹了上帝。上帝是圣洁的上帝，所以咱今日第一个礼拜的诗歌就是现在。这个诗歌是为来，是为以赛亚第6章，以赛亚到圣洁的时，听到现在，所以互上帝圣洁的来叫醒我的良心，互听上帝真理的话名，互上帝的真理来养持我的心神，我的心灵满满上帝的话，并且我的人格、我的思想、我的一切形态，拢是用上帝做中心，毋是用阮兜家族的经历做中心，嘛毋是用政治意识形态做中心，嘛毋是用阶级，同个人要甲阶级的既得利益做中心，毋是安尼。是用上帝的话、真理来养持我，有上帝的美好我比较美善，互上帝的美好来洁净我的想象，我的内面所想的物件，我的意念拢互上帝美好充满。哪像我内面安尼会发光安尼？搁来用上帝的慈爱来拍开我的心门，互我每一摆礼拜拢互上帝的慈爱安尼，达我安尼充满。真欢喜，我变做领受上帝的慈爱，我用上帝的慈爱来听我的家属，来听我的细囝，来听我的士大人，搁来为着上帝的使命来献尽我的意志。上帝伫这个道头讲的时，我应该怎样来做？好，安尼来了解是，请来看这张，来看咱个来，咱礼拜的天书的意思是第宣调诗。宣调诗英文就是 Psalm called worship， 就是用一条诗
来呼召咱来敬拜，来敬拜。所以唱这个上帝临在伫个圣殿中，就是咱每一个人来到上帝头前。咱上好做礼拜，拢提早差不多5分钟到10分钟来。来的时候，即条歌当上帝头前白唱，讲我今仔日来做礼拜，毋是要听上帝道尔听，是我来遮来经验上帝神圣的临在，来欢喜来敬拜上帝。第二项是宣调英文就是 call to worship， 就用一个经节呼召咱来敬拜。即句话若安尼的时阵吼，咱变做咱每一个做礼拜，拢有一个真神圣的责任。咱毋是家己来礼拜来听，咱应该着爱招咱的亲戚朋友、厝边、隔壁、楼顶楼骹有好朋友，拢叫因请因做伙来做礼拜。请来做伙做礼拜时，咱就一人伊边啊，帮伊编圣经，帮伊编献诗。为伊来祈祷，所以每一届礼拜，上帝既然呼召我来礼拜，我就爱请较侪人来做礼拜，因为这是希伯来书第2章第18节讲上帝找紧伊的独生囝，是要领上帝的正经儿进入应许内面。所以耶稣基督伊上天的时阵，就是讲咱遮个人信伊的人，咱将来要含伊做伙上天。所以是正上帝万计是上帝正之路，所以咱袂使讲这人无要信啦，这外教派啦，唔是这外什么派啦，拢同安尼打着。所以我拜托的，咱第一礼拜啊，咱绝对袂使讲出话叫做外邦人。你捌听过外邦人？伊嫁外邦人，伊娶外邦人，因什么外邦人？唔好安尼讲，偏偏台湾人到做外邦人。但或者说非我族类，这对人足歹听的。咱应该讲啥呢？讲迷信者，莫讲这个无信的，毋信的，无信的毋信的是 anti 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讲伊咧反对我都要含伊安尼刺激个，毋是安尼啦。伊是迷信，迷捌真理，互伊有机会做伙来听上帝道，做伙来学了上帝。这，所以是安尼吼。来，这个祈祷内底对上帝有感恩。有学了，感恩学了是咱来发现咱有欠亏，所以咱就爱来认罪，搁来祈求，安尼。了咱有个祈祷叫做主听阮祈祷，这个回应诗是真水。我希望咱大家吼，以后咱就写这个头写的时阵吼，咱祈祷煞的时阵吼，个诗琴吼，音当然咱随唱出来，因为咱今日礼拜会写啊，所以咱来献啊，献较好，安尼拖时间。其实咧，这个祈祷的时阵吼，意思讲。词汇吼，毋是伊咧祈祷咧，是即个伊的祈祷吼，英文叫做 collect，C-L-L-E-C-T。collect 的意思是讲，即个词汇我咧拄仔的祈祷，就是咧收集咱正人的祈祷，自从咱正人祈祷奉献伫上帝面头前，了解无？毋是伊有家己做咧，伊咧认罪尔。伊的祈祷，你讲，庆祝我的祈祷，我用阮，对不对？袂使用咱。上帝啊，咱拢是罪人，袂使。上帝啊，咱拢是罪人，我上帝拢是罪人咯，毋对啦。上帝啊，阮拢是罪人，咱听无？好，恁台语这阮甲咱吼，这连德国人都唔清。这德国人讲哦，好，恁台湾人有这个阮甲咱，恁台湾人的语言是有够水，有够好的，对不对？你敢会使讲上帝啊，咱拢是罪人，袂使啦。所以阮的意思。所以，迄个庆祝我拄仔说的伊的祈祷，毋是伊的祈祷啦。你来说，伊祈祷较水较好，我后摆我说的我会接受，毋是安尼啦，是伊代表了解无？收集咱正人的祈祷，奉献伫上帝头前，所以咱着爱欢喜讲阿门，安了解吼？这阿门了，咱来回应，得用信息主听阮祈祷，安了解吼？毋是听咱祈祷。主听阮祈祷，安尼来吼，这了解吼。信仰的个别，我等下就是要讲。我即马要讲就是讲，以后咱的礼拜吼，礼拜要来讲啥呢？讲这个，等下咱登记名了是，我来自从资料寄互大家。咱以后要讲这个海德堡要理文档，是咱来讲这个，有一个长乐会牧师叫做刘清庆牧师。伫
伊咧勘顶咧无回时，伊用1年52礼拜来讲海德堡的要理问答，哦，伊个教会足真受真好的造就。咱要讲即个先来讲，叫做啥物叫做使徒信经。使徒信经伫圣经内咧记载，初代的基督徒因拢遵守使徒的教训，三角制尺、八饼、祈祷、阿罗上帝。啥叫做使徒的教训？使徒的教训，初代的教会因着拄着即个异端的问题，向教会来调整。伊免拢分别的，为着要维护圣经的真理，因教会也着注重啥呢？注重迄个使徒所教示的物件，咱要安怎？因为迄当时还未有纸啦。你知有迄阵是要读圣经是啥呢？是用即个经卷，用迄羊皮经卷安尼扭开，两个人扭开，安尼读啊。所以若要迄个以赛亚书，就爱3-4人卷甲卷出来，卷来安尼扭出来，安尼读啊。毋是咱即摆咧显着有啊。所以迄个教会吼，拢有一个总经阁、参经阁啦。个总经阁咧下圣经，哇，足大个。为了读迄个使徒行传，扭足长个，哦，使徒行传安读。迄阵大部分人拢毋捌字，佮无钱通买迄个大个经卷，免怎咧？这信用免怎来培养、来教育，免怎来分辨真理甲异端。所以迄当时呢，因伫五旬节时阵吼，12个使徒咧去各地传道，为着要保持真理的合一，这12个使徒讲，咱信仰的咱信仰的迄个大纲是啥？马太讲啊，讲我信上帝。讲了的是咧，另外一个人讲创着咧，开始安尼讲，就要讲12句啦。这12句啦，合起叫做使徒信经啦。但是这无当可信啦，伊讲这第3世纪较有诶啊，这较有诶，所以伊个主要是 Irenaeus， 这个教父伊的著作就有使徒信经。所以使徒信经并做啥个？使徒信经并做教会三个洗礼是爱啊，洗礼也个一个信用嘛。所以并做洗礼是你奉爸囝圣神的名来行洗礼，对不对？行洗礼爸囝圣神的名，啥意思？就是我信上帝，我的爸上帝，我信耶稣基督，我信圣神安尼。第二个就是讲，你若要互人洗礼。伊爱了解伊的信用，所以伊着爱有啥？爱甲伊做信用的教育，所以就教使徒信经，教使徒信经。到尾咧，因若要分别，到底这个信经吼，信经的意思，就是迄个准钱啊，准几条？准神啊，准钱啊，准神啊。准持就是讲，我要分别对歹，会咧判断迄所以因就安尼，到尾后咧，转到正做礼拜的时阵共同安尼，所以这就是咱要个别咱的信用。这个圣经内底吼，敢若讲信经，但是到尾路顶马顶吼，伊就发现讲，伊宣教会说，哎呦，大家拢对圣经真理拢毋捌，对教义也毋捌，叫遐个。神父变做牧师的，教咧，伊讲哇，你个路顶马顶行一个，我等下伊阵写一啥？写一个叫做路顶马顶小问答。小问答的意思是要互迄细囝，互迄15岁以下甲幼稚园的囡仔，拢来学这个小问答。这个到尾佫有一个人，个加里文伊也用写问答，到尾圣公会也写问答，拢有迄当时呢。敢若短12个中间吼，出100几种的要理问答。啥叫做要理问答呢？圣经无讲，要理问答就是讲耶稣基督去到圣殿的时阵，伊一方面听，一方面问。所以咧，教时咧教真理咧用问甲答的，这叫做问答。啥叫做要理呢？就是讲基督教的真理吼是啥呢？上重要的真理就是使徒信经。互你会当个别讲，我信天父上帝，我信圣经耶稣基督，我信圣神。个别了后，我全受洗礼，所以第二项就是教洗礼甲圣餐，了解吼？第一就是圣经，第二就是圣礼，
啊，我即摆若受到上帝洗礼，甲耶稣做伙死，做伙埋葬，佮做伙我害的时阵，我伫即个世界要怎行大？要怎行大就开始读啥？读十条诫。所以十条诫是以色列的啥物律你知无？叫做道德律。你知影咱的旧约有律法无？律法有3种，一种叫做卫生律，听过无？卫生律你袂使食猪肉呢，旧约咧袂食猪肉，因为猪敢若一个胃尔，爱3个胃以上才会食，了解吼？佫分蹄，伊个骹伊个猪的猪蹄哦，爱分两，猪蹄有分啦，请问马仔有分无？马仔单蹄尔，袂使，所以马仔肉袂使食。兔仔咧，兔仔有3个胃，兔仔会使食袂？袂使啊，因为兔仔用鸟，伊无蹄，了解吼？这叫做卫生律。卫生律内底呢是上帝特别互以色列人的，所以咱基督教信教人无必要，信仰所人无必要守。第二样这叫做啥呢？叫做戒赎律，就是献烧节啦，献和平节啦，献迄个素节啦，迄个太油迄啦，咱基督教无咧太啦，因为耶稣基督伊就是上帝的祭品，为着咱来死，所以这就无啊。第三种就是道德律。所以咱袂使讲迄上帝律法无重要，真重要。这个罗丁马丁甲加尼文因的做法无共。咱今仔就是用迄个海德的问答是迄个比较较解决种的想法。罗丁马丁讲咱这10条诫咱做袂到。所以咱只有甲他信耶稣。这10条诫就是叫伊讲你做袂到啦，所以你爱信耶稣啦。这个加尼文的时候，拢毋是。10条诫就是你去信耶稣的人，你得到上帝恩典，甲得到上帝的快乐，佮得到上帝的智慧。你就爱行上帝的道，了解吼？先恩典互你啊，你甲用这恩典，安尼。所以咱教细囝是恩典在先，要求在后，同意无？咱模范在先啦，教是定定。这就是安尼啦。所以咱到尾咱到尾用海德问答。海德问答的原因是啥呢？因为海德要问答伊这个问答是真特殊啊。伊互翻做全世界语的用嘴，伊翻做英文、翻做中文、翻做德文，伊本来是德文的啦，翻做拉丁文、翻做荷兰文、翻做世界各国的文章，伊用翻做100外个文，所以这是全世界上通用的第2项呢。这个海德要问答伊真有好白的精神。伊的用语真谦卑、真温和，佮用真实际，互咱读到这得到真大的安慰。第3项，伊的组织真特殊伊海底个问答拢总有129个问答，这129个问答，伊分做52个礼拜，所以咱都用1年会当了解。咱知影即摆教会普遍拢以后拢足简单的。阮小嘛，天主教牧道啦，师傅讲你含我参加牧道班，阮小嘛讲偌久，讲上少52礼拜。阮小嘛哇，那很久啦，我基督教12摆尔呢。讲迄个师傅讲基督教迄我12摆就是easy come easy go，easy come easy go，你老板你？后来就怪去了，大家在讲。马马虎啊，这唔对啦，迄12摆唔对。前耶稣基督初代教会，大家拢52礼拜。独即个基督教拢足简单咧。其实咧，圣公会、卫理公会、长老会、信义会，拢总是52礼拜。意思是讲，你一个人若要捌真理，你着爱捌圣经、捌圣礼，了后搁捌啥10条诫。这10条诫毋是律法呢，10条诫是上帝互咱特别恩典的，咱想看卖来有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本来是奴才呢，奴才无身份呢，无地位呢，无人权呢，甚至连性命权嘛无，水上刣死啊！今仔上帝来救开时阵，请问诶，奴才互救开了后，上歹听候啥物件？奴才性啊！所以因互相相杀，互相看袂起，所以因上帝到10条诫咧，第6条诫叫伊不可杀人。讲恁是上帝的儿女，是上帝万百姓中间拣选的，
你咱活出上帝儿女的尊严。所以十条戒是咱基督徒的尊严。这个社会哦，佮安怎乌白来，但是咱的婚姻就是一男一女。这是咱含这个世间无同安尼。所以十条戒是上帝特别稳定，甲上帝的尊严。啊，了后主的基督十条戒头前5戒，甲后壁5戒就是听上帝，后壁5个戒就是听厝边亲家己。啊，这个主的基督就是前3个祈祷就是啥？第六德大先求上帝国甲上帝义。啊，后壁咧3个较为着咱国民的祈祷。所以这个主的祈祷就变做咱的价值观念。咱先信用，先敬畏上帝，了后甲受咱家己。这就是这个耶稣的教示。啊，所以安尼教来了，咱有52礼拜。安尼了后是咱对真理真熟悉。咱捌真理的时候，咱的祈祷、咱的信用就有根有基。安尼就会真正定义伫上帝。啊，咱有人讲，牧师啊，你敢讲圣经啦？啊，你甲讲迄个要理问答，叫做啥？因为要理问答吼，真趣味哦，咱注意一下。咱即摆咧敬拜学的歌吼，拢一段尔嘛吼，拢一赞安尔对。啊，较早的诗歌拢40、60为80，啊，拢足完整的信息。迄个你有看 Charles Wesley， 即个约翰卫斯理的小弟 Charles Wesley， 伊一条歌若60，拢总引用的经节是60几节。所以60几节，你再背这40节的圣经落吼，你就等于背60几节的经节啦。啊，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吼，伊问甲答的中间，每答的后壁拢有圣经的根据。所以咱一个礼拜，你若来参加礼拜，你对上帝的真理用来排列做一个啦。啊，排列做一个的时阵，你一届礼拜哦，你差不多读的经节哦，差不多超过30、40节啦。啊，52礼拜平均4节，52礼拜我50几节，2000节。啊，你这圣经内底你知影会晓读到2000节，请问你的功力，你个金光强强棍随2000条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了做上帝也是做10几年，啊，读几节？我伫台北做校团契的时候，我特别，我就做福气的，我特别注重迄个林森南路有一个叫吴永丢了，林森南路因咧讲到5、6档的讲到我撒开，把统计，因讲5、6档，讲好算5档好，拄啊252个礼拜，252乘以5档嘛，260，210道礼拜因用的经济拢讲偌济，无超过100字。无超过100字，啊，所以意思是讲，真实的哦，圣经遮尔多，但是我认为真理的吼，只有这100字，其他无多。这叫做 Canon of Canons。圣经正典内面只有一几啊，啊，所以咱若这52礼拜哦，咱了解圣经2000几节，哦，请问对你来讲真大帮助。而且你了解的圣经的真理，拢是有系统的。好，啊，甲含咱的生活、含咱的信用是真正密切的关系，所以咱就以后就用咱的礼拜。好，啊，讲到了就听了啊，回应信息，就是咱讲到了，咱有2种的回应，第一就是用上帝用上好的语言来感谢俄罗上帝来回应。啊，上好的语言是啥？诗嘛，对不对？上好的文字就是诗。上好的语言就是歌，所以咱基督徒是用好的诗歌来回应上帝，因为上帝是美好的，但伫咱用全世界上好的语言甲歌来献互伊。第2项就是奉献金钱。吼，我头讲，啊，你介可怜的，无代无志去做迄个音乐show，他听过音乐show嘛？啊，你逐礼拜拢回有低现金，哎呀！牧师介可怜呢，袂生活呢，啊，袂结出我钱互我，牧师会好过。啊，也要饲某，要饲囝，我老母同我讲的，我讲安尼，我毋捌，啊，就是咱地现金，互你结缘啦。毋是啦，咱奉的是对上帝的敬拜啦，用金钱来敬拜上帝啦。因为咱人的心，咱的金钱伫倒吼，咱的心就伫倒，你同意无？你的钱若拢用伫囡仔教育。哇！你知影你的心拢伫囡仔教育，
啊，你钱若拢用伫互买衫裤，咱心拢是衫裤，了解无？啊，所以就是讲，咱的心要归向上帝，上帝迄就是用咱支持，毋是要摕现金啦，毋是讲牧师薪水即马无啊吼，哎哟，主题啊，加我互牧师咧，我毋是，那是要敬拜上帝，啊，到尾后面是啊，报道的意思是讲，咱三甲来敬拜上帝。这是上帝的家，咱是一个共同体，伫共同体的中间，咱三甲彼此关怀。所以我其实我拄有咧讲哦，我拄伫咧红本的文图讲哦，讲迄就是迄个犹太人的会堂吼，有四个功用，第一个功用就是教示上帝话，第二个功用就是犹太人的义务教育。犹太人生活无介好，啊，所以大家拢来即个会堂，来咱的会堂读册。啊，若遮有读册人就来做义务的家教。啊，安怎呢？啊，你的囝我教，我的囝你教，是安怎安尼？因为教别人囝有疼心，不，教别人囝有耐心，无疼心；教家己囝有疼心，但是无耐心。你同意无？啊，根本做死。啊，所以就犹太人就安尼，所以变做会堂是礼拜堂，伊个礼拜堂毋是听上帝话尔，搿个是教育中心。第三呢，是一个啥支持，真好支持的帮助。哎哟，你敢会得吐的啊？有心啊！啊，阮兜有鸡啊，我著掠鸡啊，你是当咧补者啦。啊，哎哟，你当时要死啊！做袂来，我通做，我来搭做袂来哦。因着犹太人变做一个共同体啦，就是互相相听、互相支持、互相鼓励，就是共同体。咱希望咱家己礼拜日即嘛，会是安尼啊。啊，第四项是啥？就是讲。因这个教堂是用上帝话来排解咱所拄着的困难。啊，比如讲你拄着困难啊，你阿某咧冤家，我就讲来，恁太太上信任伊，你相信我，咱两个信任来你斗排解啦，三听好好。啊，有的是爸囝的关系，有的是母囝是查某囝甲老母关系，就用安尼排解啊。较侪人有三听。啊，所以教会就是用安尼方法来帮助。好，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即套即顶的恩典，阮三个来起做来日礼拜，互阮用阮的老母的话来分享上帝你的话，互阮做伙来敬拜你，互阮即个来日礼拜成做听的共同体，成做。传讲上帝活命话，并且，互阮会当注重上帝话意调在阮的心内，会当成做阮的思想，会当讲变做阮的言语，甲阮的行为行答，求主你引带阮每一个人，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